自從我撕碎咗嗰啲地獄嘅功課，決定做佛系媽媽之後，好多人問我：你哋每一日喺小森林做咩㗎？係唔係日日攤喺度玩？其實啱啱相反，我哋而家每一日都學得比以前更加落力啊！只不過我哋學嘅嘢同傳統學校嘅考試測驗完全無關。傳統教育一直覺得小葵讀書唔叻，但其實只係制度用錯咗方法去教佢。當年小葵4歲半左右，我帶佢做咗一個學習評估，報告指出佢係一個以聽覺學習為主導嘅小朋友。報告仲提到，呢類聽覺型嘅小朋友喺香港只佔大約15% 到20%。佢哋對聲音極之敏感，好容易因為屋企人傾偈或者電話響而分心。就算坐喺書本前面幾個鐘，都可以完全睇唔入腦。但係報告強調，如果將學習內容配上旋律或者運用多媒體，佢哋就會有極之突出嘅表現。原來要佢哋對住枯燥嘅課本死記硬背，根本係埋沒緊佢嘅天賦。離開咗令佢窒息嘅學業之後，佢全心投入咗動漫世界。佢超級鍾意日本歌手Ado。當年因為缺乏自信，有社交恐懼，只敢匿喺屋企個衣櫃入邊唱歌，最後竟然唱出咗震驚世界嘅爆發力。小葵同Ado嘅經歷相似，同樣因為冇自信，有社交恐懼，再加上小葵有情緒病，所以佢有時都會學Ado咁，匿埋喺自己衣櫃入邊，戴住耳機係咁唱Ado嘅歌。佢對住啲中日歌詞一路聽一路跟住唱，就係靠住呢種聽覺天賦，佢將啲日文不知不覺間記晒入腦。前排佢自己上網買日文試卷做，竟然發現自己可能已經有 N3 嘅級別。冇人逼佢溫書，佢喺衣櫃入邊反而揾到自己嘅光芒。睇見小葵為咗熱愛嘅事物咁努力，做阿媽嘅雖然佛系，但點可以躺平呢？其實我心入邊一直有一個未解嘅結。大約我小4嗰年，婆婆喺泰國飛嚟香港探我媽媽，我嗰一刻先知道自己嘅媽咪係泰國人。但佢之前從來冇喺我面前講過泰文，可能係怕影響我學廣東話，所以一直冇喺我面前表露佢自己有泰國血統。大個咗之後，我好想試下學下泰文。我試過買書，睇過 YouTube， 但都因為冇動力而半途而廢。但而家見到小葵喺衣櫃度唱出自己嘅天地，我都決定重新出發。我近期買咗個學習 Apps， 希望今次可以堅持落去，第時親口用泰文同遠方嘅親人好好傾下偈。以前我哋張台充滿住默書嘅眼淚，而家我哋張台一邊係Ado嘅日文歌，一邊係我學緊泰文嘅 iPad。原來當放低咗為考試而學嘅包袱，學習可以係為咗追尋夢想，亦可以係為咗連結親情。呢個就係我同小葵喺小森林入邊雙向奔赴嘅日常。如果你都為緊仔女嘅成績而焦慮，不妨發掘下佢哋真正嘅學習類型。你會發現每個小朋友其實都有屬於佢自己嘅天才領域。